咱国内诈骗将唱秋，数位发展部的部长黄彦南今仔日立法院备询的时表示讲，按说明年初要实施广告实名制，应该会当来降低诈骗率咯。另外，有立委关心讲，咱台湾的游戏产业伫全球的市场市占率阁无到3%。黄彦南嘛表示讲，数位发展部已经有编100亿的预算，要来投资咱国内 AI 新创，佮数位经济相关的产业。 国内诈骗的案件是有够多，安怎打诈是重要课题。作为发展部长黄彦南13出席立议，佮回应打诈专法。实名制的话，目前来推动的一个进程，经过我们跟这些平台商的协调的结果，他们也都认为，也都答应说他们会配合，所以我觉得实名制应该是在明年初。 就会去落实广告的实名制。除了打诈议题，也个立委关心在全球娱乐甲媒体业展望报告当中，今日台湾电玩游戏甲电竞等产业的产值差不多大票1260亿，有估2017年产值应达到大票1447亿。 全球游戏产业产值也每年咧增加当中，不过台湾是数位科技先进国家，在全球市场市占率尚无到3%。 有立委认为，数发部的补助伤过少，应该多推广游戏产业，让世界认识台湾。以投资的方式来辅助业者进行游戏开发，来促进台湾游戏及数位应用的产业发展。我想这个我们再回去看怎么样在我们的那个。 这个游戏的这个一个计划里面去做调整。有立委指出，台湾业者开发游戏，不过收益却无法度上大化，建议数发部协助国内游戏发行商建立全球行销能力，让游戏产业发光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